你嘅理財目標可能好多，可能想慳稅、財富增值、財產轉移、生意傳承、保障家人，點樣可以揾到適合你當下及未來嘅理財方案呢？特許財務策劃師 Terry 汪仲文絕對可以幫到你。Terry 同佢專業嘅團隊擁有10多年豐富經驗，細心可靠，幫你專業分析投資風險，為你度身訂造適合你嘅理財方案，更能提供綜合性嘅投資、稅務同埋保險服務，幫你合理處理海外資產、合法延稅同慳稅。程式致電4165676880俾 Terry 啦。熟客嚟嘅，幾歲到而家？因為有時轉下一代性咧，點都有啲改變嘅，佢哋冇改變嘅。最牛艇仔中啲客咧，中意點樣咧？爹哋媽咪教嘅，起嗰啲牛肉咧，撈粉仔，超正呢個。我唔客氣啦，成隻真係齊晒啊！唔食雞肉呢？食雞翼啫喎。係呢個係呢個通常都搶晒㗎。家禽入邊咧係我係食全素啊，所以佢個油係特別乾淨嘅。美食新聞週報，星期六晚上7點40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。邁向新嘅一年，關稅嘅威脅仍然持續，中東局勢同俄烏戰爭仍未完全平息，而國際間嘅恐襲更係時有發生。踏入2026年，我哋又會面對啲乜嘢新嘅挑戰呢？赤字可唔可以減縮？生活成本同樓價又會唔會出現回落？而4年一度嘅市選將至，又會唔會出現更多嘅新面孔議政呢？歡迎觀眾上網表達意見。時事平台星期日晚8點10分，新時代電視一台同大家一齊展望2026。